大家好，我係白切雞，對段速紅字、步速走位同騎師部署瞓身研究。今次為大家送上5月25日沙田日賽嘅全日心水。賽事合共11場，當中包括新馬賽同級制賽，各路馬匹角力激烈。我已精選每場4匹馬，務求幫大家一齊入位贏錢。第一場新馬賽草地1002米，首推1號不勞而獲，周俊樂策騎，26兩段快段，新馬中形勢最優，8號快活精神潘頓坐騎，預計名次亦極高，部署明顯。5號馬達走勢紮實，值得留意。10號星章亦有基本步速，有力冷敲。第二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3號龍之光由奧爾文操刀，連場兩段腳法凌厲。細成今場主力4號特別美麗賀銘年出戰，同樣連場快段，步速明快。10號金創福威亦有3場兩段，功力十足。14號發光發亮狀態回升，亦值一敲。第3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首選1號跑得好快艾杜拿主理，段速連續提升，有望一放到底。9號可靠大師布文拍檔，穩中有進。10號的愛好兩場快段，後上威脅強。11號翠湖烈風段速連貫，具爭勝潛力。第4場第2班草地1004米，1號包裝天將潘頓操刀，3場紅字，兩段末段完美組合。2號勁進輝煌艾杜拿坐騎，連場兩段，狀態大勇。6號武林密碼表現穩定，跑法有變化。3號中華盛景段速有力，可入冷腳。第5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4號人人有餘黃志宏減磅，連場兩段走勢出色。3號戀愛狂田泰安主理，末段快腳撐場。9號做好自己腳法連貫，配搭穩定。8號美麗在線保持水準，可列入腳位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6米，1號旗幟鬥士黃志宏搭配，連場兩段，形勢最穩。3號光明傳承霍宏星出戰，3場快段支持。14號凱旋幸運艾少禮上陣，段速出眾。11號精算特殊穩步上揚，有力入圍。第7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3號紫荊拼搏潘頓主理，3場皆兩段，拍住上。4號勁沙陳布文坐騎，段速極穩。14號銳一跑法配合，有望冷敲。5號勁進區巨末段爆發力，有力偷襲。第8場級制賽草地2400米，1號遨遊氣泡密度朗操刀，3場皆高分末段，功力最強。10號有目共賞艾少禮騎，連場兩段，末段齊有爆炸力。6號球星布文坐騎，段速穩健。2號御滿杜拜近期亦交出亮眼走勢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0米，13號展鴻威巴道上陣，連場兩段末段，熱膽級。14號熾烈神驅蔡明紹拍檔，同樣3場紅字，勢不可擋。10號快靚旺有高段速支持，亦值追捧。1號英雄豪傑布文出戰，段速歷久不衰。第10場第3班草地2000米，8號金主艾少禮操刀，連場3段紅字，勢頭難擋。1號愛心神驅潘頓拍檔，穩步上揚。3號共享富裕段速硬正，有力穩位。10號8000財星亦屬兩段快腳型，可再增一席。第11場第3班草地1004米，7號南區之星艾少禮出戰，3場皆紅字，今場非勝不可。6號光年80湯普新騎，段速穩定。5號銀亮奔騰田泰安上陣，兩段腳快夠狠。3號增強布文拍檔，末段凌厲，搏入腳。